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5，箴言16章30安尼讲：你所做的，拢着交托耶和华；你所计谋的，就会稳当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将所做拢交托你，就阮所计谋的，就会稳当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早伫地。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智慧远过人的智慧，你的道路远过人的道路，你的信息无改变。主爱线到永远，主啊，愿感谢你用稳定扶持阮，用真理坚固阮，用丰盛的怜悯甲主爱对待阮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合适将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拢交托予你，互阮无凭着家己的聪明，无倚靠家己的困难，乃是全心信靠你的带领。主啊，求你光照阮的内心，互阮明白你的心意，互阮知影，就将所有的一切，拢交托伫你的手，就你要照你的旨意来成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